多数人用照片打卡，这群竹东国中的学生用自己的话。你可以描绘一下竹东景点，就是如果外地人来到竹东，然后你第一个想要让他们认识的是什么？以画集结成旅游地图是老师彭雅芳的构想。想为家乡做事，他没往台北发展，发现美术班的学生们绘画能力极佳，鼓励他们去走、去看、去画出美丽的竹东小镇。这是我画的林业展示馆，把历史保存这么完整的地方，那我觉得竹东很漂亮。风景动江爱这来了。风景动江爱这来了，风景很美，要常来玩。透过年轻的眼睛和笔触，竹东的各个景点多了可爱的形象，印刷成竹东漫步图，很受观光客的喜爱，也触发学生们的探索热情。他们做功课，实际到各景点练习导览，让老前辈深受感动。难得有这些。就是这种这么宝贵的东西，是以前的时候人们的智慧结晶留下来的。竹东有这些文化，然后希望可以给别人知道。我一直以竹东为傲，所以我看到有这些小一辈人对这有兴趣，当然就高兴了。这些木头啊，上面都有编号，然后就将同样的编号拼在一起。我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对，因为他们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为在地奉献了。我是等到毕业回来才有这个能力，那他们现在国中就可以做这件事，其实我觉得想起来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孩子的班服上印着老师的背包，彭雅芳笑说他们爱模仿，冥冥中似乎也呼应着他们正在做的事。老师对家乡的使命感潜移默化，传承由孩子接棒。上课喽！逢店懂奖，愛執執來了。逢店懂獎，愛執執來了。谢谢宗宇老师。